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，亂局亦一樣人定。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終，萬歲千歲都會以你如來成宗。下一世別離誰叫高祖，別要躲。天命最高，誰贏誰，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。他年輪迴今世劇情，誰望誰，亦在歷史下效命。殘酷過一夜情。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終，萬歲千歲都會以你如來認宗。下一世別離誰叫高祖，別要躲。天命最高，始終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躲。天命最高。